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第17页的第一行呢开始继续往下做解释。那上一堂课呢就讲到韦氏的实相派和假相派。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如果将韦氏实相派呢，就是再加以区分的话呢，就是可以分为能取、索取等数派、半软对开，还有分杂无二派。那能取、索取等数派呢，这边的能取还有索取呢，呃，能取呢，指的就是呃有尽，那索取呢就是尽，所以这边的能取和索取呢，它最主要指的呢是尽和有尽。那什么叫做能取、索取等数派呢？那从字面它来看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能取的尽，索取的尽，还有能取的有尽，那就是有多少能取的尽呢，那就会有多少索取，有多少索取的尽呢，就会有多少能取的尽。所以讲到说等数的意思呢，是说能取的有尽，还有索取的尽呢，二者的数目呢是一样的。就比如说呢，有有5个索取的尽的话呢，那同样就会有5个能取的有尽。所以呢，有多少尽呢，就会有多少有尽。所以想要说能取索取呢是等数，它们的数目呢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从这边就看到说，就是课文内容呢，就是从第17页的第一行呢讲到说，就是呃实相派呢，若加以区分的话，有3，就是能取、索取等数派、半软对开派，然后分杂无二派。那各自的主张呢，就是如下。那这边呢是主张以直取蝴蝶翅膀上面之斑纹的眼汁来直取斑纹之时，那对镜方面提供了青黄等各自不同的形象，而有镜方面也形象真实的产生青黄等各自不同的形象，所以称为能取、索取等数派。那我们用比较简单例子来做解释的话呢，就比如说就是呃，在一个布料呢，那这个布料上面就是有各种的这个花纹、各种的花色的这个布料。那各种花色的这个布料呢，那当我们的眼睛呢在看这个就是有各种花色的这个布料的时候呢，因为在镜上面呢，它就是有红色、黄色、白色、绿色、黑色等种种各自不同的这种颜色，在镜上呢有各自不同的颜色的缘故呢，所以我们的眼睛呢在直视这个有颜色的这个花布的时候呢，它同样呢也可以产生就是直视红色的眼睛，直视黄色的眼睛，直视白色的眼睛，直视绿色的眼睛，直视黑色的眼睛，就是它上面有什么颜色呢？那同样呢就会有直视这个颜色的有劲呢就会产生。所以以比较容易的譬喻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直视花色的时候呢，这个花布上面有多少颜色呢？那相对应还有多少颜色，我们就直视多少颜色的这个眼汁产生。所以就讲说能取不取是等数派。那刚刚呢，我们讲的呢，比较像是就是譬喻中的譬喻，就是那我们现在回到就是课本的这个譬喻，它是如何解释能取说取等数派的这个主张的？那就讲到说，就是以直持这个蝴蝶翅膀上面的这个斑纹，就是蝴蝶翅膀上面会有各种的这种花纹嘛，那以直持蝴蝶翅膀的这个花纹的这个眼睛呢，它在直取这个翅膀上面的这个花纹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所谓的花纹，它就是有各种颜色组合起来的嘛，就是在这个斑纹之上，它有各种的颜色。那合起来，我觉得就说哦，它这个就是又有各种颜色，所以叫它斑或者是花纹。所以在镜的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蝴蝶翅膀上面的这个斑纹呢，在镜的这个上面，它有各自就是青色、黄色、白色、黑色这些各自不同的形象。因为有这些各自不同的这个颜色的缘故呢，青黄等各自不同的这个颜色呢，所以呢，在有这方面，就是当眼睛呢，它总在直视的时候，它是直视一个花纹、花色的这个斑纹，但是呢，实际上呢，有镜它在直视的时候呢，它也能够真实的就是产生就是直视青色、黄色、黑色、白色等各自不同的这种眼睛缘故，它也能够产生这个各自不同眼睛缘故呢，所以把这种程序呢称为做能取、索取等数派。
那刚刚呢讲的是譬喻，那如果我们结合意思来说的话呢，它具备怎样的意思呢？那是我们刚讲的譬喻，就是讲到说各种花布也好，或者说蝴蝶这个花色也好，那这个是譬喻。那如果结到意识上是如何来解释的呢？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涉猎学的时候呢，在讲述到一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就讲到说有各种的一嘛，像是繁体一、直一，然后呢同类一、繁体同类一、直同类一、陈注一等等。那在讲述到直一的时候呢，又把直一呢，就是又说直一呢，它又可以分为像是陈注同之一，或是呢官代实境质性陈注同之一。那现在呢，就是要讲的意思呢，就是和最后面所讲的这个官代实境质性陈注同之一呢是有关联的。那就是眼知呢，我们的以直射眼知来说的话呢，就是直射眼知它在直射的时候呢，那我们讲到说就是和射官代实境质性陈述同之一的这些法类呢，像是射无常、射能生、射所作性等等呢。那当我们的直射眼知呢，在直射的时候呢，同样的对于和射呢，就是官代实境质性陈述同之一的射无常、射所作、射能生性等等呢，就会产生就是除了直射眼知在直射的同时呢，那直射无常的眼识、直射能生的也是、直射所作性的眼识呢，它也会生起。所以就是每一个境呢，都会关带着一个有境，所以呢，叫做能取、所取等数派。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比如说呢，看到就是我们眼睛呢在看到手的时候呢，就是会看到5根手指头嘛。那当然说我们把那个就是几根手指头藏起来不算的话，就是把整个手掌摊开的时候呢，看到整只手掌的5根手指头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就看说我的眼知直持手的时候呢，那就如同说课文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的眼睛呢在直持到这个翅膀的斑纹的时候，那我们的每一根手指头呢，因为我们讲说整只手的时候呢，那整只手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具足像是无名指、食指、中指，然后呢，小指、拇指，就是5根手指头呢，同样都具备。因为如果说少了一根手指头呢，藏起来的时候呢，就比方说我没有看到整只手嘛，因为你没有看到食指，或者说你没看到小拇指，没有看到无名指，没有看到中指，没有看到食指，或是没有看到拇指，你只要缺少一个呢，就不能说你看到了整只手。所以呢，我们的每一根手指头呢，就如同是这个斑纹之上的这个青色、黄色，就是各种颜色。那所以这个能取所取等数派呢，它在承举说，我们的眼知呢，看到整只手的时候呢，那同样的，因为整只手它包含了就是5根手指头的缘故，所以我的眼知在看到手的时候呢，同样的也会同时有就是看到小拇指的眼识，看到无名指的眼识，看到中指的眼识，看到食指的眼识，还有看到拇指的眼识，就是看到个别每一根手指头的眼识呢，也都能够产生。因为呢，有如是，就是有多少的境，除了整只手之外，还有5根手指头这个个别的境，所以我们的眼知看到手的时候呢，除了眼知直持手的这个眼知之外，那同样的呢，就是直持小拇指的眼知，直持无名指的眼知，直持食指的眼知，直持中指、直持拇指的眼知呢，是全部都要安立是存在的。所以呢，这个叫做能取所取等数的意思呢，就讲到说就是所取境呢，因为境上呢有5根手指头的缘故，所以因为境上有5根手指头，有5个所取的缘故，所以能取的有境呢，同样的会产生5个呢，就是支持每一根手指头的这个眼识呢，它也都会产生，就是因为所取的境有5根手指头，所以呢，能取的有境呢，它同样会产生支持5根手指头的眼识，也会一同产生缘故，所以叫做能取跟所取等数派，它们的数目呢是一样的。那了解了能取、所取等数派之后呢，那接下来看到这个半软对开派的这个主张，那这个软呢，指的就是淡的意思，就是说如果
一个蛋呢，我们把它切成两半的时候，就是煮熟的鸡蛋，你把它切成两半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是一边呢就是包含了半个蛋壳，然后半边的蛋白，还有半颗的蛋黄。那另外一边呢，它同样也是有一半的蛋壳，一半的蛋黄，还有一半的蛋白。所以呢，这个叫做半软对开，就是把一个鸡蛋呢劈成两半的时候呢，它是刚好一半一半的。那这个呢，我们来举例的话呢，就像刚刚手指的这个例子，就是我们把手掌摊开的时候，我们看到整只手的时候呢，那同样呢，颈上呢也是有5根手指头，但是呢，这个半软对开派呢，它并不会承许说因为颈上呢有5根手指头的缘故呢，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直尺的演示呢，它也要产生个别，就是从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到小指呢，就是每一个直尺的演示呢，它并不承许说会产生直尺每一根手指头的这个演示。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颈上呢有5个，但是呢有颈呢并没有5个，所以就变成颈和有颈呢各一半，就是颈呢是有5个，但是呢有颈呢它不承许有这么多的有颈，所以这个叫做半软对开，就是一半一半的意思。这个内容呢，我们就看到经典，那就是呢，因为主张如上直取邦文之时，那就是上面那一段，就是因为主张呢以直取蝴蝶翅膀上面的邦文的时候呢，那眼之来直取邦文之时呢，那对镜方面提供了青黄等各自不同的形象，就是在镜上面呢，它同样的就是我们刚刚说蝴蝶翅膀上面有各种青黄红白各式不同的这种颜色，但是呢有镜方面呢，则无形象的产生青黄等各自不同的形象。它意思就是说，镜上面它提供了就是各种不同颜色的这个形象，但是有镜呢，它在显现的时候呢，它没有显现就是各自不同青黄红白等各自不同的这个形象，所以叫做半软对开，就是一半的意思。为什么要说一半呢？就是在镜上的这一半呢是有的，就是镜上呢它同样就是什么颜色呢？就是红黄赤白等各种颜色呢它都有，但是镜上呢它不会各自去显现各自不同的这种形象的缘故，所以镜上是没有，所以有无加起来就是一半嘛，就变成一半，不像说刚才有多少镜上有多少，有镜都有多少，这个时候加起来只有一半，因为只有镜上有镜上面是不会个别显示这么多颜色的形象的缘故，所以叫做半软对开派。那如果呢，我们把这个结合到意识上来做解释的话，那就如同刚刚讲的，在我们直射眼之呢，在直时射的时候呢，同样呢就是合射呢，就是观待实境质性成住同之一的这些法类，像是射的无常、射所作、射的所作性、射的能生等等呢，有这么多合射观待实境质性成住同之一的这个法类。那直射眼之在直时射的时候呢，虽然说这些就是合射观待实境质性成住同之一的射无常、射的所作性、射的能生性呢，在圆的时候呢会同时圆到，但是呢它会产生就是直时射无常的眼知，直时射无常的眼视，直时射能生的眼视，直时射所作性的眼视吗？并不会，就是说在镜上面呢，虽然有这些镜，但是有镜呢，它不会同时的产生，因为我们知道说合射观待实境质性成住同之一的这些法类，它合射呢是繁体一的嘛，因为它不是同一个东西，因为射的无常合射，它们是不同的繁体，射的能生合射也是不同的繁体，我们不能说它们是一，所以它们是各个不同的镜。因为它们是繁体不同的缘故，所以它们是各式不同的镜。那在镜上呢，就是除了色之外呢，还有色无常、色的能生、色的所作性。那直射眼之呢，在圆的时候呢，就是能够同时圆到这些，但是会在产生同时有就是直时色无常的演示，直时色能生的演示，直时色所作性的演示吗？并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镜呢是全部都有，但是有镜呢没有办法每一个都有，所以这个时候就想要说是半软对开，就是一半一半的意思，并不是全部都有，只有一半，只剩下了一半，就是镜上的这一半。那有镜呢，除了直射眼知之外，并不会产生直持各自的这个演示呢，并不会产生。
那接下来呢，就看到最后一个呢，就是分杂无二派。那分杂无二派呢，就是如同上述所讲述的，因为主张呢，就是主张同样以直持蝴蝶翅膀上面之斑纹的眼睛呢，在直取斑纹的时候呢，因为镜的方面呢，它没有办法显现出青黄等各自不同的形象，它仅仅呢就是显现斑纹的形象，然后有镜方面呢，它也没有办法显现青黄等各自不同颜色的这个形象，而是呢仅是显现了这个斑纹的形象，所以呢叫做分杂无二派。那所以呢，就是主张呢，就是在颅上直取，就是眼睛呢在持这个蝴蝶翅膀的斑纹的时候呢，那在镜上面呢，它并不会就是显现就是青黄等各自就是别项个别的这种形象，而它是仅显现一个就是斑纹的这个形象，就如同说我们在看手指的时候呢，就是不会说去看每一根手指头，就是总的就说我看到了这一只手，你并不会特别去说我看到了拇指、食指、中指，然后什么看到5根手指头，我们直接说我看到了手的形象，或者说我们刚才看蝴蝶翅膀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这个斑纹很漂亮，你并不会说这个蓝色、红色、黄色聚在一起的这个斑纹，我们直接说那只蝴蝶的斑纹很漂亮。所以呢，它只提供了就是蝴蝶斑纹的这个形象。那因为呢镜上面它只有这个斑纹的形象，所以呢，有镜在直持这个斑纹的时候呢，它也不会各自产生去直持所谓的就是这个斑纹里面呢有所谓的青色、黄色等各自不同的形象，它也不会去直持这些形象，它仅仅呢会去直持呢就是斑纹的这个形象，所以呢叫做分杂无二派。那这里呢，就是讲述完了，就是三派呢不同的这种程序。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能取、索取等数派呢，就是这边有一个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这里讲到说呢，就是因为他的主张呢，就是在支持蝴蝶翅膀上面的斑纹的眼睛呢，它在只取斑纹的时候，假如说对镜呢，因为有青黄等各自不同的形象，然后因为对镜有不同的形象，所以有镜呢也产生了就是各自不同的形象。所以从这个上面的这个文字的这个叙述呢，看起来呢，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因为呢镜呢有各自不同的镜的缘故，它产生了就是青黄等不同的这个形象，有各自不同形象的镜。有了这些镜之后呢，所以有镜呢也产生了直持这些青黄等不同的这个有镜，好像是先有了镜的这个色之后，才有了直持有镜的这个眼知。那如果是做这种直持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的话呢，就变成镜和有镜两者呢，它会变成因果的关系。那如果我们承许呢镜和有镜是因果关系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镜和有镜呢，它就变成直相异的。那这一点呢，既然是承许镜和有镜是直相异的话，那就变成承许说外镜呢是成立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见解呢是唯识宗的见解，所以唯识宗呢，它无论是实相派也好，或是假相派也好，那实相派呢，无论说它是能取、索取、等数派，或是半冷对开派，或是分杂无二派呢，他们全部都是唯识宗，所以他们同样呢都是承许镜和有镜呢是直一的，他们直不会是相异的，所以无论是哪一派的唯识宗，对于他们来说呢，二取空呢都是就近的这个见解，所以他们不可能是去会承许外境成立的。所以在这里讲到说，因为镜上面呢有青黄等不同的对镜，所以而有镜方面也真实的产生了等等不同的形象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有了镜之后才产生有镜，所以不能用这种方式去理解，因为这样去理解的时候呢，就会光从文字上来看，好像会先有镜，所以才有了有镜，先有了色之后呢，才有了这个有镜的这个眼知。那这样就变成说，承许说这两个呢是直相异，那就变成说会承许是外境成立，所以这一点是要特别注意的。接下来就是第二个呢，就是唯识假象派呢，就是来区分的话呢，就可以分为就是有垢假象派和无垢的这个假象派。
那有垢假象派和无垢假象派呢，那我们到后面呢，就是下面呢，我们再来详细的做说明。那先了解到说，它又分为就是有垢和无垢这两派，就是假象派又分为有垢和无垢。那接下来呢，就是唯识宗。如果我们从字面呢来做解释的话呢，就是唯识宗它为什么叫做唯识呢？因为从字面上来解释的话，就是主张一切法呢为是心的本性。心的本质，所以称为唯识宗，或者说诸法呢和心都是同性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叫做唯识。所以呢，我们在讲到唯识的这个唯的时候呢，它所要遮止的呢，就是遮止呢，我们承许镜和识呢，它是直相异的。镜和识它是直相异，或者说镜和识呢，它是不同体性的。因为我们承许镜和识呢是直相异的时候，或者说承许镜和识是不同体性的时候呢，就同时承许了外境成立。所以这个唯呢，就是要遮止镜和识它是直相异，或者说呢遮止镜和识是不同体性的，所以叫做唯识，就是它的体性呢和心的体性是和识或是心的体性呢是一样的，所以叫做唯识。那这边呢，就是上次有讲到说，就是他讲说，就是我们说唯识宗，它又叫做唯表宗嘛。那上次我们在解释其实就有稍微讲过，就是这里翻译的时候，它是分成唯表宗，因为它把这个表呢，指要说表的这个本质。那其实它这个表是指说有表色的这个表。那在藏文里面，它并不是说唯识宗指的是说好像唯表色这个，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在藏文里面，就它这边所用的表这个字呢，它其实在藏文里面也是心识的另外一种写法，就是它有的叫做nam riba namba riba， 有的叫做 sem， 就是全部都是心或者是识的意思，并没有所谓这个我们所讲的什么有表色跟无表色，这个表并没有这个表的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就是说我们讲说它叫唯识宗，或者说我们这边可以叫唯心宗也可以，不用讲这个表字，就是说一切法呢，它就是心的这个体性，心的本质，所以要么就是唯识，要么就是唯心宗。可不可以请问仁波切，就是刚刚有在讲到说，唯识不承许有外境嘛，是二取空。那刚刚在讲说，我们在讲到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对染半对半染对表对开半染对开的这个，去想说那个境跟有境，它其实是同体的。它不是直译，那这样就怎么样去想说它其实它是没有先后。人们其实就回答到说呢，就是我们并不是从这个性上上面呢去用我们的理解去觉得说好像他这样子写呢，所以我们理解起来好像是因果的这一种关系，并不是从这一种文字上呢去做这样的理解，而是第一个呢，我们要先了解到说，我们现在所看的，无论说它是能取索取等数派也好，或是半软对开派也好呢，它全部呢都是属于唯识实相派。那既然是唯识实相派呢，就表示说它一定是唯识宗。所以我们在一开始讲到唯识宗的时候呢，在它的性上就讲说，只要是唯识宗，它一定不会承许外境，而且它一定是承许说至正呢是第十成立的这个大乘宗义呢，那这个呢叫做唯识宗。所以我们光视为到唯识宗的时候，第一点呢就知道说它呢一定不承许外境，而且无论说是实相或是假相派呢，我们在讲到实相派的性相，就讲到说在凡夫心绪的这个直色现性当中呢，它在显现出分色的时候呢是没有被无明习气所染污的。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去做思维的时候，因为我们讲说这个无明习气就是承许说，就是承许到说他的无明习气就是指使外境成立的这个执着的习气嘛。那既然他没有被这样习气所染污的时候呢，所以他就一定不会是外境成立。所以最主要的是从他原始，就是最原始唯识中的这个见解来说也好，或者说呢从他本身是实相派的这个见解呢，可以完全理解到说呢，他一定不会承许说境和有境是因果的关系，它是外境成立的。所以最主要呢是从这一点呢去理解，而不是从这个
他这边在安利这个解释的时候，在解释说什么叫做半卵对开，什么叫做能取所取等速派的时候，从文字上看起来好像是说他们是因果，并不是以这种方式去理解，而是一开始就要先了解到这个所讲的呢就是实相派。那实相派呢，它的主张是什么？那特别它又是唯识宗的主张是什么？从这个角度呢去做理解的。而且呢，就是他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在了解经文内容的时候呢，就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在学社类学的时候呢，我们就先讲到说，无常呢又分为色法、心法、心不相应刑法。那色法呢又安立为就是色处、声处、香处、味处、触处嘛。那我们在安入色处的性相的时候呢，就会讲到说，色处呢是眼视所见，那声处呢就是耳视呢所听，那香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鼻视呢所闻。那我们在讲到说就是声音的时候，讲到说它是声处的时候呢，就讲到说它是耳视所闻的时候，就是耳视所听闻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说耳视所听闻，你为什么能够说耳视所听闻呢？它叫做色呢？它怎么能够成立它是色呢？这个时候就有一点就是反过来了，因为你已经先了解到说色，它又能够分为就是色处、声处、香处、味处，然后你反而听到声处的现象说，你说耳视所听闻，那耳视所听闻怎么能够成立它是色呢？就如同说现在呢，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唯识中呢，就是它又分为就是实相派以及假相派。那实相派呢又分为就是这三个。那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然后才又反过去提问说，为什么这个实相派它的这个半卵对开，或者说能取所取等速派呢？它这样讲起来好像它是承许外境成立的，没有办法这样子去反过来再成立它，因为一开始它已经是安立在整个唯识宗的下面，那特别是它又是在唯识宗里面的就是实相派的下面，所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像说我们完全撇开深处是色的这一点，然后听了它是呢耳视所闻之后呢，耳视所听闻之后，然后才又去问说，它为什么是色呢？就变成说有一点这个样子了。人们现在说问一个比较容易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就是唯识派呢又分为实相、假相，那实相派呢又分为什么半卵对开啊、能取所取等速派等等啊。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里了。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或者说我们会知道说，唯识宗派的性相呢，就是不承许外境，而且主张呢，就是自证是第十成立的，说大乘中的这个补特伽罗，就是我们在16页一开始讲述唯识派的时候，那我们现在都已经到这边的时候，然后突然呢看到这里的时候呢，那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说，想请问这个能取所取等速派或是半卵对开派呢，它是否我们如何成立说他们呢是承许就是佛教宗义的补特伽罗，就有点像是你学到这边的时候突然问说，一回到宗义的头去问说，你如何承许说他们，你如何成立说他们是承许佛呢是最主要皈依境的这个补特伽罗，就有点像是这个样子。所以就变成说有点我们在学到了这个半卵对开派呢，或者说能取所取派之后呢，然后突然说你如何成立呢？就是这个半卵对开派呢，它是承许三宝是清净归处，然后不承许其余外道为这个归处的补特伽罗，你如何来成立这一点，就有点像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就是我们学到这边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已经就是直接就已经是承许说，无论说它是唯识的哪一宗，我们早就已经承认说它是三宝，它承许三宝为真正的归处，然后不承许三宝以外的归处中的这个补特伽罗，是我们已经是以这个为前提之下呢，然后才来解释的嘛。因为我们承许说四部宗义都是属于佛教的宗义嘛，那一开始在讲到说佛教宗义的时候，就直接把这一点拿出来，所以我们现在也就会承许说，它本身就是承认三宝是真正的归处，然后不承认三宝以外其余归处的这个宗义的补特伽罗嘛。
而且呢，如果说就是我们学校这边呢，就是前面每一个的内容呢，我们都要再重新放进来，就是做一个诠释，或者说全部都要放在它的性向的时候呢，那就变成说我们在解释什么叫做唯识假象派的时候呢，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唯识中它的这个性向呢先放进去。那唯识中的时候就讲到说它是承许这个中医的补特伽罗嘛，那因为是唯识中的缘故呢，所以你要把大乘补特伽罗的性向放进去。那大乘补特伽罗呢，它又是内道的补特伽罗，所以你要把这个内道补特伽罗的这个中义的性向呢要放进去。那因为讲到补特伽罗呢，所以你要把补特伽罗的性向放进去。所以当我们学到越后面的时候呢，它这个性向呢就会长到呢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背下来。有一些说这个就像我们拿计算机在算数一样，就比如说我们计算机按1+1等于2，那接下来算的时候，它就直接从2加上多少，比如说2加5等于7，就直接算下去。你不可能说算到7的时候呢，你又把前面的这个1加1呢，然后加多少，你全部又拿出来重新这样算上去，不会嘛？就是它这个上面显示。计算机上面的萤幕显示多少数字呢？你在这个上面再往上面加之外，你不会说又把前面的那些数字一个一个拿出来看嘛？那对于就是上述的内容呢，就是我们要再的去阅读，然后再的去思维，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说呢都是很重要的。像是无论说就是实相派分为这三派也好，或者说讲到说就是唯识中呢，它与就是字面上来解说呢，为什么称之为是唯识中呢？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之前呢就讲到说，唯识中呢，它最主要依据的经论呢是以谁的经论呢来作为依据？那接下来呢，讲到说唯识中的性向呢是什么？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唯识中呢分为就是实相和假象。那实相派跟假象派的差别呢在哪里？那以及今天所讲到的，那实相派呢又分为三派，那这三派的差别呢在哪里？那这些内容呢都是我们要再呢去复习的。